今日 Melon 媽媽喺度交緊賬單嘅時候醒起，咦，嚟緊就係 Melon 仔生日咯喎！哇，睇嚟又有好多嘢要準備啦。喺呢個時候 Melon 仔就喺度話啦：媽咪，我生日嘅時候要請晒所有同學仔嚟，我仲要彩虹氣球同埋超人蛋糕。好啊，Melon 仔啊，但係彩虹氣球同埋超人蛋糕啊，我哋可唔可以再睇下點先啊？唔得咯！上次小檸檬生日嘅時候，佢仲有旋轉城堡添啊！我要勁過佢。媽咪聽咗之後都唔知俾咩反應，於是佢就攞部電話出嚟睇下，上次小檸檬生日嗰陣時係點嘅呢？果然一睇，哇，真係佈置得好靚，仲有好多精緻嘅食物添。Melon 媽媽越睇越擔心，到底自己做唔做得嚟呢？哎呀，我會唔會令到 Melon 仔失望呢？於是嚟到生日會嘅前一日 ，Melon 媽媽全日都冇停過手啊！除咗平時嘅家務要繼續做之外，佢仲要發信息提醒其他小朋友嘅媽媽聽日記得嚟，仲要喺度焗曲奇餅啦，又要整埋個蛋糕。哎呀，我哋個超人主題蛋糕啊，個模型我都未砌好啊！哎呀，真係好唔夠時間啊！就喺呢個時候，原本諗住將啲裝飾品黐好佢嘅 Melon 媽媽發現，哎呀，黐錯咗啊！於是佢貼落去又咔嚓一聲掹翻出嚟，唉，點知張膠紙已經唔用得啦！呢一刻 Melon 媽媽真係滴晒汗，好崩潰啊！就喺呢個時候 Melon 爸爸亦都翻到嚟屋企啦。佢一打開門見到，哇，咩事啊？呢度打過仗嚟啊！佢見到 Melon 媽媽忙到呢度去嗰度去咁，覺得要做翻啲嘢先得。Melon 媽媽辛苦晒你啦，我哋一齊咧放鬆啲先，因為咧聽日無論如何都會係 Melon 仔最開心嘅一日。嚟啊，飲啖嘢先啦。而喺呢個時候 ，Melon 仔亦都話幫媽咪手咧一齊做佈置。你睇下，我畫咗一張超級無敵英雄基地啊！好啦，聽日我哋就將佢貼喺最當眼嘅位置啦。生日會終於正式開始啦！雖然佈置咧同埋食物唔係最豪華，但係非常之溫馨，小朋友見到咧都非常之開心啊！佢哋亦都預備咗好多唔同嘅小遊戲一齊玩，其中玩水果傳球嘅時候咧 ，Melon 仔同埋佢嘅同學仔嘅笑聲啊，帶到遠處都聽得到啊！過咗一陣，檸檬媽媽就行咗過去揾 Melon 媽媽傾偈，佢就話啦：哎呀 ，Melon 媽媽真係辛苦晒你啦！今日你呢個生日會呢都真係幾簡單㗎喎。你知唔知道啊？上次小檸檬嗰個生日會，我又請咗小丑表演啦，仲有迷你馬騎添啊！突然之間 ，Melon 仔就跑咗過嚟攬住媽咪，媽咪多謝你啊！今日係全世界最好嘅生日會啊！小蘋果亦都話啦，冇錯啊！你嘅英雄餅乾喺出邊未食過咁好味㗎。而小檸檬亦都話呢個超級無敵英雄基地真係好型啊！生日會終於完咗啦 ，Melon 爸爸就同 Melon 媽媽講：你睇下小朋友嘅快樂係咪好簡單呢？今個生日相信最開心嘅就係 Melon 仔同埋佢嘅爸爸媽媽啦。Hello， 各位家長、各位小朋友，近期有冇搞生日會或者去過人哋生日會呢？係咪好開心啊？知唔知道一個生日會背後呢，其實真係好多嘢做㗎喎。除咗要處理各方各面嘅事，原來我哋呢仲可能會少不免互相比較㗎喎。有時甚或乎會因為已經花費咗好多錢，當日又搞得好攰，而冇辦法真正享受派對當日嘅時間。其實小朋友嘅開心係嚟得好簡單㗎，所以無論嚟緊你係搞一個盛大嘅 party， 還是簡簡單單幾個朋友仔約埋一齊去玩，最緊要咧就係享受當刻嘅快樂時光啦。希望嚟緊爸爸媽媽同埋小朋友一齊透過呢一個小劇場，一齊傾下嚟緊嘅 party 點樣先可以大家輕鬆愉快咁嚟慶祝啦。記得繼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一路留意住我哋嘅動向，一家人一齊吸收更加多嘅正面信息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